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23公司台语台 AM 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什么新闻重点。高雄乌来一间阿鲁米工厂，早起8点半爆炸，有2个泰国移工死亡，6个人受伤。市政府要求工厂停工，刑罚30万。今仔日南沙群岛，中国海警又搁用水炮攻击菲律宾的补给船，相关船只嘛减啊弄掉。白沙屯妈祖进香，今仔中昼乱叫进入北港调天宫。刘方讲，今仔应该有超过50万的信众，饭店过会进行挂会仪式。新闻一开始来看，高雄乌来中山二路一间阿鲁米工厂，早起8点半爆炸，2个泰国移工死亡，6个人受伤。初步了解，当时工厂是灌无啊，可能是控制系统出问题，降温的水量无够，阿鲁米甲水接触造成爆炸。市政府要求工厂先停工，嘛刑罚30万。监视器画面记录到救护车甲消防车赶到现场。这个位于高雄乌来区中山二路的铝工厂，拜六早起发生爆炸。警消到的时阵，现场虽然无火焚，却已经造成严重伤亡。第一时间8个人受伤，救治了2个人相当死亡。到拜六下昼2点，还有4个人大院。就很大声，就是爆炸的声音啊，然后出来看，对面就是黑烟啊。事发地瓦近台南，政府启动大量相关应变机制，受伤的人分散高雄台南等病院。高雄市长陈其迈也取消行程，前往台南探视受伤的人。这个水量控制器的故障，而引发大量的这个铝液外泄，然后这个泄漏到这个蓄水池，而造成爆炸，因为这个是一个气爆事件，那可能会担心高温的气体吸入，同时这是一个化学性的这个制剂，也要担心会有化学性这个吸入性肺炎、眼睛灼伤的问题。事故的原因技术是工厂水量控制器故障，造成大量的铝液外泄引起爆炸。劳检处已经下令现场停工，勒令现场立即停工。针对雇主违反职业安全卫生法第6条第1项规定，处以最高罚款30万元。造成2死6伤，业者透过书面会室内强调公司会配合调查，佮负起应该有的责任。根据了解，这间公司过去毋捌有过接载记录，不过最近2年，捌因为空污、噪音、废气物等问题，互环保局稽查23摆，拢总裁罚6万。记者综合报道。进前金门2个出海掠鱼的民众失踪，人互中国救起来。今仔其中一个姓吴的查甫人返来金门咯，也毋过另外一个是军人身份特殊，佮留伫中国接受调查。金门的立委陈玉珍是表示讲，家属望讲会当去对方来探望哦，也向中国方面提出要求。进前金门姓吴甲姓吴的钓客出海钓鱼失去联络，和中国海警找到滞留真侪天。23中昼12点外，消防伫金泉航道的水域完成人甲船的移交。伫无穿救生衫，姓吴的钓客顺利坐顺风艇返来金门寮鹿港，甲厝内底人团圆。另外一个有军人身份的姓吴的钓客是依原留伫中国。着急等待吴妈妈看到囡仔返来流目屎，母仔囝将有团圆啊，也感谢各方的奔走甲协助。你还好吧？还好吧？还好。身体状况还好吗？没有啦，没有啦。姓吴钓客顺利返来厝的，食妈妈传的这个迪卡米线。国民党立委陈玉珍讲，这是2番增加善意的开始，也希望另外一个姓吴的钓客伫完成相关的调查程序了后，用尽紧返来厝的。另外，后生也留伫中国的吴妈妈也赶到现场，表达想要到中国看囡仔要求。希望说大陆那边能够说通融，我们能够加入去探视他啦。我们现在就是为说，因为没有看到人，毕竟心里还是会不安呐。我们这边是不是可以先协助探望需要一些药啊、衣物啊那我们相信他也是受到很妥善的照顾。那如果调查还需要一点时间，那我们可以我们的民意代表先过去跟他探望。对着外界质疑，甲中方是失去联络状态，海巡署强调，甲对方一直拢有保持密切的联络。另外，也未转来，姓吴的钓客会继续甲对方相关部门来联络，希望因真紧甲接转来，甲厝内底人团圆。今天从这个对岸的这个船只接回我们的无锡民众等一下波特船也会回来，就表示说我们跟对岸其实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也伫马祖基公乡有渔民出海时发现一只无人的已经并船的中国渔船，已经向警方甲马祖海巡队报案。
为了保存船内物件，先甲船体刷到相关保管厂等待失主来认领。真罕的看到这种扣着船的事件，就将是两岸敏感的时期，也成做当地舆论的话题。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早起6点半，宜兰罗东广兴派出所边仔一台分霸装甲车去弄到路顶，电火条倒落去撼到派出所的外墙，加载是无人着伤。军方是表示讲，这台装甲车是为着要闪一台脚踏车，才去弄到路顶，会负责赔偿。路顶的条啊，规个歪去，倒向边仔派出所，外墙也去扫掉，原来是互这台分霸装甲车所冲撞的。反正而声真大声啊！我拄好徛伫遮做工课，我就看伊安尼弄啊电火条。他第二台声音很大声，然后来不及刹。开太快了。太快了。店家讲，迄当时听到声音也惊一跳，想要到肇事的是一台国军的分霸装甲车，好加在无影响其他人车。23早起6点半左右，这台属于陆军陆军团南洋地区指挥部的分霸8辆甲车，当咧进行例行的战备征巡，煞伫经过宜兰东山乡广兴路甲永兴路二段路口，疑似为着要闪自轮车所发生意外，也扫到边仔罗东分局的广兴派出所。因闪避骑单车民众不慎擦撞路灯造成损毁，单位立即主动通报东山乡公所，将负起后续赔偿维修事宜。陆军第6军团表示，相同的事故发生了后，无人员受伤，也随通报相关单位，各会负起后手的一切赔偿、维修责任，也会加强要求所属部队执行任务时的安全控管。另外，确实出代志的原因，警方也当咧调查厘清。记者综合报道。代替东正线宜兰大溪4城站到宜兰站，今仔透早铁路的电缆线放假断，造成3个滨高道的号志异常，火车经过时拢减慢速度，所以火车嘛拢慢分哦。经过抢修，早起10点外就恢复正常。警方是搁追查偷整电缆线的人。即马人讲管制因为耗资故障。滨高道号志故障，敢若使用人工管制方式，指挥车通过，避免发生意外。代替东正线4城站到宜兰站23透早铁路电线放假断，有3个滨高道号志大乱，列车经过这个所在拢必须减速慢慢过，造成慢分的情形。1384区间车大约晚11分。车站公布讲，列车慢11分，延误班次是真多，未少要去花莲的民众就伫柜台顶面等。代替统计，总共30列次，3850名旅客受到这个影响。原本是要8点13分的去快车到花莲，现在延差不多20几分钟吧，有延误到不过没有对我们的行程没有很大的影响。那行车的方式还是正常，只是在该区间。因为受那个电缆线被剪断的影响，所以那在通过该区间的时候，列车都会有所延误。代替人员赶紧要把这个电线拢甲接起来，由这放假断的电线总共有61条的线芯，爱一条一条慢慢啊接起来。工作人员用4点外钟才接好，警方是到现场翕相收证。警方前往查看，地点是在宜兰市环东路桥下。发现电缆线有遭剪断，有遭剪断，没有被窃取走。警方讲2礼拜前，同一所在电线也放假断，也毋过毋是号志的电线，影响无大，是毋甲这摆案件有关系，也调查。已经甲监视器调出来看，介入可疑的对象，要用毁损罪来侦办。记者综合报道。路权团体因为不满部分的交通违规无要开放民众检举，嘛毋免记点，下晡游行抗议。暗时伊嘛伫台北、台中，阁有新竹甲高雄4个县市做伙来抗议行人的路权倒退路。因为不满行政院定期确定10项交通偏僻违规无开放民众检举也无记点，下到路权团体伫反映前，因出行动局举行大游行，以为着来电控，高大声喊改善道路工程规划配套措施，建立回混制度，改革交通执法，甲要求退回修法草案顶考核抗议行程，用路保障权益倒退路。记点这个东西是淘汰不适任驾驶的一个方式，如果说我们贸然把它取消的话，其实是重放路上的违规。如果今年的交通死亡人数不能够比去年、前年再降低5%，如果今年的交通受伤人数
不能比去年、前年的受伤人数降低10%。请问赖总统，政治责任谁来扛？路权团体表示，台湾连2年道路死亡人数超过3000人，受伤人数更加超过50万。大家安怎会当对这款的数字无感觉？真侪车占用人行道出入口障碍车规定，竟然拢袂当检举，警方也无强烈执行，造成障碍车不便甲无安全，所以要求撤回修法。没有障碍者，只有障碍的环境。在今天台湾的环境真的很不友善。除了海路渔民游行计划23暗伫台北台中、新竹甲高雄等4县市，公布启行大量步行活动，毋望政府重视台湾交通暴力带来的集体创伤甲痛苦。对此，交通部表示，4月初1了后会举行相关公听会，相关团体会当参与表达意见。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位伫南沙群岛的仁爱暗沙环礁，今仔搁再发生中国海警用水炮阻挡菲律宾的补给船的事件，双方又搁发生冲突。对于菲律宾军方公布的影片，当看到有一只白色的正大的船舰用水炮射一只高赛的船哦，这2只船是非常的接近，嘛险去弄到。根据菲律宾军方提供的资讯是表示讲，这个冲突事件是发生伫南沙群岛仁爱暗沙的海域。今仔早起，菲律宾的船只要送物资去予仁爱暗沙的驻军，受到中国的攻击。中国跟菲律宾是拢强调讲，因为当地海域的主权哦，早起菲律宾嘛抗议，因阁有一只护卫舰，今仔嘛互3只中国海警的船只包围，2个冲突恐惊会阁扩大。再来看罗西亚的普廷哦，这当当选就发生大规模的庆案。伫首都莫斯科的郊区一间音乐厅，昨暗有5个人提穿乌白单、牵玻璃单，现场嘛着火，死亡的人数嘛已经超过100个人，有145个人受伤。罗西亚的检方是认定讲这是一件恐怖攻击，虽然伊斯兰国讲迄是因做的，也毋过罗西亚是搁在调查。上新的消息是已经抓到11个嫌犯，包括4个开枪的人。位伫莫斯科郊区的克洛库斯音乐厅雄雄传出庆声，民众赶紧四界走，有民众翕到用手举唱画面，也有人伫个边仔录到连续庆声，现场是真混乱，互人惊甲皮皮喘。伫音乐厅外口的民众，毋知发生什么代志，也以为是听到炮啊声。大概是鞭炮一样的声音，但是我当时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然后我就看到很多人在跑，然后他们就告诉我那边那个用俄语就是告诉我说开枪了什么的。这间音乐厅离离原定举办摇滚乐团 Picnic 的演唱会也未开始就发生枪击，开枪的人也去抢榴弹，引发一个火灾。当局动员超过300名的警消人员，并且调度救援机械到现场来抢救。莫斯科州长讲，这是当地近年来史上上介严重攻击，话才讲到一半尔，后壁就传出真大声音，顶面的火也烧甲噼噼啵啵。Да, произошла трагедия. Мы здесь в Крокусе работают пожарные, и, соответственно. 莫斯科警方入去音乐厅内底，涂骹4个拢是破去玻璃甲观众的物件，也有敢若亲像是开枪的人使用的枪、枪支盒仔甲枪支壳，现场4个拢是火。当局讲，这是2004年造成300多人死亡的贝斯莱学校连击事件以来，俄国史上上介严重的攻击事件。俄国检方认定这是一桩恐怖攻击，已经展开犯罪调查。乌克兰是否认甲这事件有关系？而 ISIS 伊斯兰国是经由社群讲这是因做的，也毋过也有台俄国当局深入来调查。公视新闻张淑芬编译。过来消息来看，教育部伫2月协定通过台大国际正经学院。台大校长陈文忠今仔是强调讲，上紧明年会开始招生，嘛否认讲会请摕落来政府官员来教册。另外，台大体育教授陈明通出册批评台大学论会制作冤案。校长陈文忠是表示讲，2个硕士班的学生学位佮论文拢互撤销，学生嘛拢接受，指导教授应该有责任，嘛应该甲社会回息的。
为了培养这个高阶人才，台大提出设立国际正经学院的构想，立即通过教育部核定，台大23调开校务会议，强调学院的正式正经硕士、在经硕士2个学位合定，采全英语来授课，相继明年来招生。也无这个计划，互外界大上蔡政府政治伪善的标签，是不是传出官员的禁足来架设？台大校长陈文章是否认有这情形？目前还没有政治人物跟我接触过，他要来任教，所以我可以很明白的告诉你，因为我们教育部2月份才正式核准，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说，监督委员会、管理委员会要先成立开始进行院长跟师资的聘任。另外，台大退休教授、前国安局长陈明通所指导的2名学生，行政院副院长陈文灿、前新竹市长林志坚，拢因为硕士论文抄袭，互撤销学位。陈明通下礼拜要举行记者会，指控遭到台大校论会来制造这个冤案。对此，陈文章也回应，认为陈明通应该公开向学校甲社会来核实的。校教评会做了决议不解聘嘛，可是我觉得他本身指导了2位硕士班的学生，这2位学生他的学位论文是被撤销的。如果是这种情形的话，陈老师应该要针对这个事情，要跟社会大众来道歉。也当初对陈明通案件提出错误、可能改正，并且对台大正经学院设立的计划有无讲意见的，社科院长苏宏达是无接受记者访问，另外打电话给陈明通，手机是无人接。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文化部甲国家人权博物馆伫景美人权园区举办政治受难者追思纪念会。文化部长是强调讲，园区的受难者纪念碑对2014年到当长期调查研究，已经有对7000外个名增加到12000个。纪念碑的调整工程甲电视大楼的整修工程，拢会伫4月开始。未来望讲互社会大众对白色恐怖的历史有愈深的了解。一人手提一支笔盒灰，做伙来到政治受难者纪念名录头前对思献花。国家人权博物馆23举办政治受难者追思会，今年邀请伫党在叛乱案当中被枪决的受难者张秀旺的后生，来分享这段过去厝内一直唔敢讲起的阿爸的故事。在整理整个母亲的衣物的时候，发现一个小木盒子，一共140几封，里面从里面发掘到一些爸爸跟家庭的连结。家属在整理阿母遗物的时，才发现阿爸在生所写的批。伫咧中研院和国家人权博物馆的协作，才总算知影阿爸的死和白色恐怖有关系。文化部长表示，记忆反省和恢复受难者的名誉，拢是遵行正义非常重要的事工。未来也和人权馆继续拍拼，让愈侪人了解白色恐怖的历史，以及理解我们过去前辈是为了对内的压迫的牺牲，而要转成我们今天对外避免台湾受到压迫的勇气跟基础。那我想，这个是我们大家共同在这个追思典礼上，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联关苏铁嘛表示，人权馆的纪念碑名录对2014年启用到达，经过研究调查，已经对原本的7000多个名增加到12000个。纪念碑也会做调整工程，说来人权馆嘛要起新的电视馆、电状大楼等等，这个工程拍算会对4月开始动工，希望会当让人权馆的功能愈较长。记者卢尚珠、谢桂林新北报道。白沙屯妈祖进香第6天兰桥早起对婚林土库起驾，中昼兰桥进入北港朝天宫。庙方是表示讲，今仔应该有超过50万的信众，规个北港人是叉。下暗晡饭店过进行挂花仪式，说来白沙屯妈祖特别回宫咯。经过6天用行行程，白沙屯妈祖的銮桥伫23中昼总算到婚林北港朝天宫。伫信众的话声中，妈祖銮桥伫庙埕三进三提，随即冲至朝天宫现场气氛，伫这个时阵达到上高点。庙埕客满信众虔诚向妈祖祈福，也宣告白沙屯妈祖进香行程已经完成一半。透过空中翕的画面来看，銮桥到的所在拢是满满信众甲香灯卡。晚中到朝天宫4颗回客家旗，积极庙方估计人潮大约50万，创历年上济。今仔日
入庙你也做下晡赶入来拜，今仔应该会超过无啦。妈祖无做无用的吼，爱家己顾家己吼。今仔天气较热吼，会去啉一寡水哦。随妈祖来到云林北港的信众家乡顶卡，也为当地带来商机。4个月店家虽然无用试试，也毋过煞一直讲这是妈祖带来的福气。今年是不是人比旧年较济？对啊，人潮就是商潮。对，有欢喜无？有啊有啊。白沙屯妈祖进香23透早为云林土库起价，进入北港市区了后，跟伫后壁人更加是长几啊公里。庙方表示，23暗举行进会仪式了后，伫24道会启程返回庙里，估计32点钟爱行200多公里，会当讲是一大挑战。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厝里有用袂到，单调又搁唔甘的物件吗？在新竹市环保局举办回收市啊，和民众甲厝里用袂到的物件提出来，甲大家分享哦。举办第2档，计共嘛已经有45000项物件，搁再提供给需要的人。看起来搁正新的衫裤，看过的册，搁有囡仔上介意的布红啊，这拢是民众甲厝内用袂到的物件。提来免费跟大家分享。一把没有用的就是自拍轮啊，这是帽子啊，然后榨果汁机啊，然后那个慢磨机啊，这一些没有用的，然后就把它拿来让有需要的人使用，这样可以不用浪费，也减少废物。除了二手免费的物件，参大家交流以外，佮找来志工免钱帮民众现场修理派去的电器用品，用实际的行动，希望来做环保。一方面可以维修到，就是满足自己的维修的这个欲望，然后也可以帮助到其他人去，就是延长他们家电的这个寿命。希望民众把家里可以用，但是现在已经没有使用，或者说以后可能也不会再用的东西呢，就自主的拿出来跟其他的市民朋友分享。环保局指出，自自2年前就开始，拢总举办过15场的活动，参民众分享的物件数量超过45000件，参加民众也超过2万多人。未来会继续鼓励民众用分享的方式来减少浪费地球资源行动。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来看云林有一群少年人用在地特产做创意料理，望讲互游客搁下来了解云林在地产业。第2台青春蛋的网下暗7点半哦，特别带观众朋友做伙来去云林食好料，感受在地特时的好滋味。伫北港糖厂的展览会，云林高港的物产甲工艺，吸引真侪游客来遮参观。伫会场的高港饭桌，嘛出菜开始食，这是云林在地青年规划活动，要用料理，互游客认捌台湾粮仓丰富的物产。饭桌顶一出一出的料理。拢是用在地生产的农作，结合创意的料理，来传达云林无共款的一面。我想要甲翡翠餐桌呢，用遮美的餐桌啊，甲因去结结安尼。云林呢，这个所在呢，是咱台湾省的一个粮仓，因为咱差不多一顿饭，差不多有70%的物件，拢为咱云林县出去的。所以呢，我们常常呢，伫个餐桌甲云林相遇。就是真侪人客讲，因为参加咱的活动熟悉，足侪拢咧云林啊无共所在的新产者，也是讲咱的农作物。除了伫会场，饭桌的活动也会无定期去云林各地来举办，甲产地甲饭桌的距离扭下来。这种需要投入大量资源的策划，是在地少年农作的生产者，希望透过创意，让游客了解每一项食材背后的故事，甲云林的风土民情。上较重要的是凸显农业面临的问题。差不多10年前吼，阮遮种香菇的规庄拢种香菇，啊到尾啊，你迄木材吼取得不易。阮遮种香菇头就有3户，啊3户阮翁仔某算是上少年的一对啊。用心生产好的食材，用饭桌来讲故乡的故事。有热情的少年人组织力量，要改变云林老化刻板的印象。因透过一届搁一届饭桌的行动，互青年的乡村梦一点一滴慢慢来实践。记者吴永芬、连新维云林报道。明仔载天气，咱来看各地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31度。
中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36度。东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8度。外岛地区上低17度，上悬28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的 AM 新闻，小等者先继续收看青春咱的梦，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